男孩子在外面要保护好自己。没啥特别的想法，就是想改变大一点，好看一点。长度能接受，短一些。长度的话，以前剪过短发，就还是觉得长发比较合适。换一个卷度，自然的，慵懒的，好打理一点，好打理，好看的。我其实之前特别想尝试羊毛直立，但是没敢，一直不敢，害怕烫出来就变成那种爆炸头，还是那个啥，还是算了吧。对，自然一点，自然一点啊。比较见客户也比较职业。职业一点。待会儿烫的这个发型可能会跟你今天穿的衣服风格可能会有点不搭，有点不搭，可能会你再换个衣服，感觉会更好一些。卫衣这种我觉得太休闲了。我以后烫完之后就把我家里卫衣全扔了。誰沒有一些刻骨銘心事？誰能預計後果？誰沒有一些舊恨心魔？